位伫龙田六街口的二手家具仓库相当闹热，因为市府乐工叫浙江兴盛团的职工将外界所管的家具重新整理，搁再由乐工机关服务协会封膜归位，未来将依照弱势家庭帮屋征收的需求送来适合的二手家具。阮今仔个找阮的职工来做二手家具回收的封膜，这物件个要送予弱势团体。今仔是拢是衣橱，针对衣橱兼迄椅啊，迄是顶礼拜因迄个邮差的有来整理，因咧整理了加邮差目工拢整理，阮今仔日来甲整理好，甲封好，安尼较袂阁惊人去。上个礼拜，我们的首相饭店因它结束营业，所以我们去回收了很多的相关的家具回来，还有我们的大义交通，因为它移工的宿舍没有用的，所以移工宿舍里面相关的床铺、内务柜、桌椅都全部捐出来，我们回收到二手家具。即摆因为首相饭店结束营业，加上大义交通的移工宿舍有台湾家具，拢捐赠予浙江兴盛团，卖当看出政府甲民间合作，用征收房屋来做善事。另外，台南市美容指甲工会会员嘛，家己乐工叫浙江兴盛团的义诊团队，定时到台南市四季来做公益。即摆伫安平游艇酒店的会馆大会，嘛关注兴盛团的材料费，相当感心。爱心其实是有很多的做法，但是呢，我们美容工会呢，就是用邀请修缮志工朋友们一起来响应，然后肯定他们，也鼓励他们，慰问他们，慰劳他们呐，所以很开心啊，谢谢大家的参与。但市美容工会职工除了持续为行动不方便，我到厝外长辈来家头门，借出传达因对社会弱势关怀。其中会员的大会嘛办理李干事选举圆满顺利。台南新闻管制采访报道。